好啦，講網友嗱，話説嚟講咧，我講個食評嚟講咧，好撚多網友啊，或者啲盲目黑柒咧，就好撚多意見啦。仆街，又呢樣又嗰樣，又笑我樣啊，笑我講嘢嘅方式。喂，大佬啊，一切都係 performance skill 嚟嘅啫，重點就係個內容同埋我講嘢講嘢嘅技巧啊嘛，就好似人咁樣唔係重點。重點係靈魂嘅質素啊嘛，不過唔緊要啦，你班仆街都唔撚明㗎啦，你明嘅就唔係盲目黑柒啦，你明嘅就冇呢一今日撞鳩鳩睇我講嘢啦，係咪咁講啊？屌你媽！如果你明嘅就做我位啦，冚家鏟，就好似老細咁樣，仆街你撚樣。如果你真係識做老細嘅，你做咗我位啦，咁嘅道理啫嘛。咁咧話説嚟講咧，今集講翻嘢咧，話説嚟講啊，嗱近期咧就嗰個盲目黑柒咧。就我都話唔好一齊咧講呢個咧，美伊就打呢個伊朗啦，其實基本上美伊打伊朗咧，或者咁樣講啦，佢哋係算係咁嘅殊途同歸咧，點解咁講咧？其實佢哋咧係用不同嘅目的咧嚟打同一個撚樣嘅。首先，以色列係求生存，美國係想賺大錢。美國打柒伊朗就係想佢收皮，想佢唔好做核彈，想佢唔好繼續運啲撚屌石油咧，就唔好偷運石油咧俾支那，佢想搞鳩支那，亦都想搞鳩俄羅斯嘅油價，亦都係想咧伊朗咧就就停止神棍政權，然之後咧再從而扶持一個政權去控制伊朗，然之後繼緊續咧就 run 個伊朗嘅石油生意，然之後大家一齊發，但係以色列唔撚同，以色列咧佢目的點解要打實伊朗咧？佢係想伊朗唔好再培植啲恐怖組織搞搞以色列，你知嘅啦。伊朗嘅或者哈馬斯啊真主黨嘅資金來源係咩啊？好撚多啦！伊朗撲街就伊朗班撲街就係運油啊，然之後再輸再俾錢真主黨嘅哈馬斯搞以色列㗎嘛。基本上簡單嚟講就係美國同呢個以色列嘅目的同埋退出嘅方法都唔撚同。以色列就不斷咁轟炸伊朗嘅石油設施，而美國就追擊嗰啲冚家產，追擊嗰啲殘餘勢力，大家嘅 run 法唔撚同。咁問題嚟啦，咁究竟佢殊途，但會唔會同歸呢？同你講啊，我真係快啲講句啊，呢樣嘢呢，真係天知地都唔撚知，我哋都唔撚知嘅。所以我哋嚟講呢，真係睇下佢唔同嘅目的。咁究竟美國同埋以色列可唔可以殊途同歸啦？呢方面就